8个县市来下这个风台假，互中央气象局列为警戒区的台中甲苗栗，今仔日也是爱上班上课。讲台中市长罗秀燕甲苗栗县长徐耀昌的面册是互民众灌甲壁，民众是真无欢喜哦。为什么因无风台假呢？台中市政府讲都无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，苗栗嘛同款，嘛是无达到限困的标准。也毋过，到伫个早起的9:58分，苗栗县政府常常来宣布，讲这个泰安乡早起10点开始停班停课。因为落大雨，溪水愈来愈错流，苗栗泰安乡公所烦恼讲会引起土石流。伫个早起9:58分，向宣布10点停班停课。充分的授权给这个山区，包括南庄啦、泰安等他们自行去上班上课的这个决定。有人讲泰安乡土石流警戒要冒险去上课，有人讲家己骑车上班看卖，风雨拢真大。一直到9点外，泰安乡因为落大雨，烦恼有土石流，才临时宣布停课。共款和中央气象局列为陆上警戒区的台中，今仔日嘛是正常上班上课。有人讲山区无放假，无动力心。我觉得如果下雨就应该放一下台风假。市政府呢透早就问各区的状况，大部分拢是无风兼无雨，无达到放假的标准。应变中心的判断上呢，我们都会依照各级证据的状态去做判断。依照气象局放假标准，风力爱达到7级，阵风爱10级以上，雨量毛平地甲山地无共款的标准。台中甲苗栗无达到这个条件，市政府强调讲，停课甲无停课拢会造成民众的无方便，嘛要考虑到上班的家长接送囡仔的问题。所以讲，只要若无达到这个标准，就袂宣布放假。